台飞，我是陈明珍。台湾从民国82年开始呢，推动所谓全民初龄的政策。到了下20年的期间，马上到105年是满年哦。到在20年来，台湾的初龄政策的成绩效果是样板型哦。还有到了初龄面对工商业的开发的时间，用样板型取得平衡哦。还有了下目前台湾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到全球是非常高，且有名的哦。係咩一種高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企業嚟中樞嘅，即係減少台灣嗰種到全球嗰種二氧化碳排放量嘅排行榜嘅名次呢？啊，像底下呢，嚟到啦，數位中嘅動獎，數位中嘅稱號嘅台北市嘅客家文化主題公園，請台灣來賓嚟共同參加討論。開會了！節目鏡頭來到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嘅榕樹北宮嘅榕樹下，馬上歡迎介紹現場嘅來賓。第一個呢係你行政院農業會林務局初齡生產組嘅組長翁俊賢，翁組長你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再嚟歡迎收嘅係台灣大學森林環境老嗰種嘅資源行內嘅副教授邱啟榮邱副教授你好。各位觀眾好，我是台大森林系邱啟榮。再來歡迎收嘅係到台灣長期關心台灣嘅初齡政策嘅地球公民基金會嘅研究員楊俊朗楊先生你好。主持人還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地球公民基金會楊俊朗。再嚟歡迎收嘅 TC 嘅來賓呢係到台灣哦，萬乃去救樹嘅嗬，保護樹嘅大樹嘅媽媽嗬，你嘅車粉玉阿粉姐嗬。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時代基金會董事長謝粉玉，我也是老樹媽媽、胎樹媽媽，謝謝。好，你頭先講到嗬，從民國86年開始哦，台灣進行20年嘅平替，或者全民初齡嘅政策嚇。你下20年以下到105年是滿嘅嚇，到第嚟20年嘅初齡成績係樣板型嘅。唔過你嚟看到係目前有青島嘅企業嚟講，經營咧用自己力量嚟初齡，你按當年下來佢哋會做初齡嘅成績要樣板型嘅。我想先聽聽新聞記者鏡頭去了解一下。行體林木之間來電水幹，詳細為老樹嘅淋水，佢係救樹嘅救到破產嘅老樹媽媽車粉玉，嚟問佢講不辛苦嗎？唔會啦，自己喜歡做，唔會辛苦啦。有穿冇穿沒有關係，但是叫上來好輕重要。佢講行下苦嘅係救樹嘅屬土，苦唔差讀書嘅。有難過咗對不起啦，你太慢咧，安尼冇上頭。嗰有啲主人唔肯等啊，有讀書嘅人唔肯等。就係因為伊啲人嘅能力有限，10年前佢開始表述開放老師嘅本人中，為老師嘅簽到適合嘅人家。帶定故事去教卡，遇到幾隻家庭啊，人就可以講嘛，哎呀，這老樹媽媽以前係賣人嘅哦，安尼，帶着身份證啊，這樣講好了啦。係啊，就讓人講，其實種樹嘅唔係咁困難啦，保護樹較困難啦。本命一條樹嘅帶定故事離開，空出來嘅地方就做得救其他樹嘅。落去之間，社會有希望影響很多人嚟救樹嘅。大企業啊，這樣做嘅事啦，因為我又冇錢，我用嚟做呢，真的就是這樣，冇錢咩可以做呢？哈，安尼就責任吧。樹啊，逐工漲停板，日日有希望。佢喺賴水貨當初上山買地，係為到退休嘅生活做準備，最後是行上嘅種樹初齡嘅路。全球暖化這麼嚴重，然後就開始樹種了之後，就開始說，是不是繼續種？賴水貨種樹嘅方式同偏人冇相同，唔係用兩隻樹，係用嘅聲音嘅韓國想法。我在想，憑我個人的一個人來種樹的話，是不是比較慢？所以我用拼經濟來賺一些錢，請5個孩子就花錢來造林，這樣的話可能比較快。目的是什麼？都是為了推廣大家來種樹啊，大家來愛護地球。賴水貨同沙皮嘅講，佢嘅工廠等下20工人，殺咗嚟創作設計嘅山拿，故所佢嘛呼籲企業共下來初齡。郭台銘如果要跟我一樣的話，他必須要創上5萬個核准林場。你看這樣，台灣我們就很幸福了。車粉玉用14年嘅時間來救樹嘅，賴水貨用18年嘅時間來幫一石青山。今年講種樹嘅冇困難，是我有心。
影片底都看到恁太叔妈妈阿芬姐啦哈，伊花了30年的时间来救书诶，然后伊讲赖水佛赖董事长呢，伊也用18年的时间来种书诶啊，看伊效果唔会差，来看下政府的神奇的样板哦。自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以后呢，从91年开始呢，也有那种诶，因为农体是变多，变出来某讲种农体变多啊，故说也有经常草林来做景观美化嘅种诶草林吼，然后个面积差不多会增加11000人公顷，差不多喺台北市441只泰安森林公园按多诶，看政府嘅成绩也唔会差吼。想问一下恁嘅林务局嘅杨组长是讲，了下恁来进行草林嘛吼，佢主要目的係乜嘢咯？係保护山林啊，来讲咧节能减碳吼。林务局在推广这个奖励造林哈。包括我们国有林班地的造林呢，主要的目的呢，当然就是为了国土保安，然后就是为了水土保持，这是最重要的。再加上就是涵养水源，我们都知道树木的根可以涵养水源。除此之外呢，在都会区里面可能还有些绿化环境，或者在山区里面也有绿化环境美化家园这种功效。那最重要的话，这些造林的话可以减轻天然灾害的发生。其次呢，就是说可以发挥我们的林木的公益效应。我想林木的公益效应包括空气啦、水啦，各方面都会有。那主要的除此之外，那当然种植林木以后，最后有一个经济的效应，就是说可以木材可以来做生产。这是后面的一个经济效应。当然要看各地方的树木，还有各地方的区位的不一样，它树木的可能它的效益就会不一样。所以种树的效果真紧当多呀，当好啦哈。好，然后恁个林务局所做的说明哈，我也想请教恁个太叔的妈妈是讲哈，你这个救树的种树要有30年期间哈，但係林务局讲种树的非常好啊，效果真大哈，还有公益效果。咁你有冇看目前嘅草林政策咯？草林的政策哈，政府的係好意的啦，但是有的冇辦法講照實際的動作去執行啦。因為草林就講20年有付出52萬，1年第1年伊到前第2年就3年以後可能就係每年有出錯乜嘅錢，但是20年後就冇付出嘅啊。開始倒數嘅咩？即係按你重複啊，就講。也嘅台灣啊，變到20年再重新來一擺是出嚟，不斷面臨種嘅破壞。看有錢人也窮苦人，如果佢係唔係有錢，叫做看一經濟咩，買下書嘅，佢有咩冇唔對啊？但是反看一下嘅所有嘅政策實際來看啦，就講一下嘅農民啊，所有嘅災害啊，種菜種果子。一啲嘅災害佢要付出，森林變態、荒態、狀態冇人付出啊！有一點啊，我係知嘅啦，但是我唔知講，也下嘅政府有冇改過一隻政策冇？來看下台灣目前所在進行嘅草林政策，睇條都冇香港年度進行樣板嘅政策，睇條樣板去啦嚇，看一下。到民國91年到93年，咧係包含了所謂全民造林的部分哈。91年到96年有叫做平地景觀造林哈，總共差不多8900公頃。98年到100年也有咧平地草林，還有獎勵輔導咧部分。91年過後呢，因為一種嘅建議太體統啊，本山老少青島，所以富裕造林還有進行嘅。93年進行嘅海岸林的造林，97年係綠海計劃，100年係養草覆成林，然後其他的草林。所以可以看到，目前在台灣進行的造林的這個政策其實是非常非常多的哦。那我想先請教一下邱副教授，就是說您怎麼看這麼多名目的這個造林政策，它所進行到目前為止成效大概是怎麼樣？這麼多年來，我們的政府推動很多不同名目的一個造林的一個計劃的一個情形哈。不過我想最開始的時候，我們可能要推回當年就是事實上是賀伯颱風之後對86年開始的時候，我們才開始全民造林的部分。我想當時的背景大家都非常的清楚哈，其實是因為我們造成了很多地方的土石崩塌。所以當時的造林其實比較希望是透過造林的方式來讓
这一个山林的这一个植物的部分能够快速的去恢复回来的一个情形。那当然后来随着时代的背景不同，我们的陆陆续续推了很多的一些造林的一个计划的一个情形。不过我想我们都很清楚，造林的话事实上它是有它一个目的的一个情形。如果说以赫伯台风的背景之下所造的这些林子来讲的话，我觉得其实现在即使是林务局他们也在思考，20年之后如果在当时那个地点，就是因为要去增加它的水土保持的能力，要对这个地表的保护是比较好的部分，是不是要砍其实是不一定的一个情形。是不是有后续的这样子的一个配套的一个方式，来再让它延续的一个情形。这个我想在林务局的部分其实也在思考这样子的一个角度。这样子85年开始以后的这个赫伯台风以后的全民造林，目前来讲大概已经有16年的期间了啦那林木也陆续已经达到，有的目前来讲，我们的林木来讲，还没有达到我们的伐期林啦，就是说还没有可以达到伐采情形。但是呢我们针对这些山坡地的造林的部分的话，那如果它是属于林业用地的话，要回归到森林法的管制，就是说你要去伐采这林木的时候，必须要符合森林法第10条的规定。森林法第10条的规定是有一些禁止采伐或是限制采伐这个规定。我听说讲，20年一度是来倒体是出来。也不一定，因为也不一定说属于讲上20年技术就会站啦，因为属于有到上下家，比如讲，举例讲啊，乌心石啊，台湾菊啊，芥优啊，技术上还慢，上还慢。比如讲，叶种优通、向西儿，技术上下家，嘿啦，你讲上下家的树儿。当然，你讲按照花麒麟，他们20年度咧，几下就会站咧。所以是讲，林务局了下现有的法令法规，其实是在讲的都是出来。对，现有的森林法地本就会讲到讲，这个在林业用地里面，他要申请伐采的时候，必要受到森林法的管制，就说有没有符合森林法第10条的规定。如果他在属于森林法第10条的限制伐采的时候，那个这个时候，县市政府在受理的时候，他就可以说，你这个可能我要限制你伐采。限制你伐采有2个方式，一个是禁止伐采，就是说因为这个是危险地区，伐采以后可能会有后续的崩塌的话，就属于一种限制伐采，就禁止伐采。还有一种就是说你可以伐采，但是你伐采的面积要受限制。可能说你可能伐采一小部分1公顷或是2公顷以内小面积的伐采，伐采完了以后再去造林。那个对林地比较不会有影响，有2种的限制方式。好，那杨先生，我想请教一下，这样看起来啊，这个虽然这个造林政策有这20年一个年限了哈，可是林务局这边就回答您说，其实现有的这个森林法或者林业的一些法规就已经可以蛮好的去做规范，甚至已经好像配套已经在那里了哈。那您怎么样来看这样的造林政策跟这个造林期限到了以后，这目前的法规视之为配套，这2者之间的衔接上会不会产生问题啊？首先，我觉得我们台湾谈造林太笼统，就是如刚才杨组长有提到，我们期望造林会有多层的效益，对，多功能的，对，国土保安、水土保持，然后环境保护，那最后还要有林木生产等等多功能。那我觉得本身这几个它的目的是会相矛盾、相冲突的，所以你不能一方面同时要求它要有国土保安，然后你同时又希望它要有那一个林木生产的目的的功能存在，所以我们是主张你造林应该就你不同的目的而有不同的做法跟管制措施。那当然，如果是就你这块土地没有环境保全的对象，那没有环境保护的忧虑的话，你把它当为经济林来奖励造林，然后20年或几十年之后你要砍伐，那是比较可以被接受。所以要更细致来看，说什么样的地方它适合什么样的条件的造林，然后它的方向跟目标可能各个不一样，没错，比较难说全台湾的林地在某一个阶段下就适用同一个的造林政策这样子。是对。那延续下来就是说，如果我们针对环境敏感区域，那我们把它视为是要环境保护用的造林的话，那就要在奖励造林20年期满之后，政府应该要提出一个配套措施出来，那然后去衔接上这个20年期满的奖励造林，把现有的树继续把它保护得更好，然后能够继续的存留下来，而不是变成20年到了，那地主他可能有变现的需求，他有现金的需求，然后他就去把它砍掉，然后重新再来申请奖励造林，那就跟我们环境保护的目的是相冲突了。
OK， 好。像唐太台当嘅一轮嘅讨论以后呢，看一下一般民众对那种嘅目标嘅实践、目标推出嘅草林嘅计划哈，佢哋有想法有乜嘅？一講佢哋對政策有乜建議呢？看一下先，一般嘅民眾嘅想法。要種樹之前，我們先把原耳的照顧好。縣市政府或是我們很多的鄉鎮公所，我們來砍大樹種櫻花。所以我們應該積極的保有原有的這些林相，更積極其實要有大魄力在特定的區廣植這些林地啊，然後一味的講助的結果是亂種。造林業唔好用按呢落去補助啦，用佢種一朵樹一太頭，用加個採集數量來補助。針對草林，一般民眾對草林嘅目標有想法，因為講應該用嗰種嘅採集嚟計算，做咩用幾條樹嚟計算啦嚇。一種因為講其實你睇因為講助造林，草神它聽到因為到種樹嘅量淺啊，啥那個太樹嘅多嘅種細樹嘅啊，這裡面產生很多這個荒謬嘅情況。那邱教授是有一些補充，是不是？我們是覺得啦，就是說在國林的部分裡面，畢竟有些地點，它是還是要肩負一些生產的目的。那在私有林的部分其實這個就是大家意見比較分歧的地方。有的地方大家覺得說，我就是應該要做所謂的保育的，我的地方是要做生產的使用。但是在這裡面，其實我想，我們當然，我本人也是不是非常贊成，就是說用現在的成活率來評斷你這個造林地的一個成活的好壞的一個情形。但是事實上，我們也知道要做到非常細的這個規劃。比如說我們講，你只單獨用採集夠嗎？如果說這個地它本身就是一個很差的地，它樹在那邊生長已經非常辛苦的，但是它已經長不大。但是你說它採集沒生長，對不對？所以我一直在講其實如果在私有地來講的話，我們其實要算的就是說一個相對比較的部分。相對對，相對比較，也就是說它今天種樹，我們大家都知道種樹現在雖然是20年，你認為20年會勞動一次，可是你回過頭來想，這裡這個追根究底的部分，就是說這種所謂發財的勞動，是不是大的勞動還是小的勞動的一個情形？那作業的方式是不是能夠降低這樣子的一個勞動的一個方式的一個情形？那如果說你回過頭來講，如果他今天他不願意來種樹，他今天去做農業的生產，這樣子對我們整個環境來講，他那個勞動是更頻繁。所以要兩全相害取其輕就對了。那等於是說我常講，其實就是說，除非你另外就是通通貼補他生活費。他不要就是在這個土地來做生活，他要生活的部分，你今天如果你希望他種樹，那你當然相對的你要給他一些補貼的部分，但是這個補貼憑良心講也不足以讓他做是這樣子一個生活的部分。所以我是覺得要談林的使用或者是農的使用，你可能要回過頭去，在這一個山地裡面的這些的產業，你要怎麼去做到一個調配的部分。聽下介有民眾講到為到講助造林大家多睇樹種細樹因為可以種幾條線嘅樹，然後領獎助金嘛。如果因為情況出現啦，就應該用採集。當然教授不一樣想法，但林務局那邊非常很有辦法。其實聽講解個種大樹砍大樹種小樹其實你要聽現在目前來講我們有定一個叫做獎勵造林一個審查要點，針對說你地上木已經有林木的部分，或者說它已經地上有天然自生林木的部分的話，達到一定標準的時候，我們是不會發給他獎勵金的，也不符合這獎勵金的規定。除此之外，那這個是透過空照圖來看來講，現場一看因為每一塊地檢警服受理的期間，他一定會派人去現場勘察。那如果說它的面積超過5公頃的話，5公頃以上的話，我們另外有組成一個審查小組。這個審查小組是很客觀的，包括學者，包括專家。包括承辦單位的人領導去現場勘察，認為說這個地方適合獎勵造林，才會核准它。如果說他現場已經有林木了，為了要申請獎勵造林，再把它砍掉，那是不對的行為。但是剛才又回歸到說，20年後他再申請砍伐，目前是沒有遇到這種情形的，還沒到20年嘛。那以後會不會有這樣的情形？那我現在這邊講說，剛才我一開始就講，他受森林法第10條的管制以外。同樣的，我們講說，要伐木地區的話，必須位在這個安全的地區、安全的地方。還有呢，如果剛才講有使用分區的方式，就是說它屬於經濟林的地方，那當然要給人家去砍伐。如果它的林木已經成熟了，可以到伐期林的時候，當然可以同意它砍伐，因為砍伐對林木本身來講是一個好處，它可以促進地力的循環，然後可以提供木材的生產。
那如果说他还没有到罚期，当然他也不会罚，因为罚采那时候，比如讲我们提下去来讲盖油啊哈，你20年前呢和谁推啊，站推到伊上大上啊，你站推到伊买啊买某买钱，你对加大的些可能30年、40年后些买比你还那多钱啊，你只要你要涨金哦，当然都不要砍他，他会去评估嘛。所以说这个造林呢要看它的土地的区位，如果我们现在林务局针对有些叫对这个国土保安、水土保持有特别重要地区，我们划为保安林地区。你在保安林地区的话，它就有限制它的施业方式，一定要种些什么树，不是说什么树种都可以种，有它的规定的方式。保安林的这种配套就是有个配套措施，强制性比较强嘛，对。一样，我们私有地也有保安林，不是说私有地就没有保安林，还是会划为保安林。那刚才我们的谢妈妈她有讲说，我们的林地私有的林地崩塌掉，好像没有补助。其实是不我想可能资讯上面他可能比较没那么清楚。实际上对这个崩塌地呢，私有体也变态嘛。台风灾害如果那个地方列为灾区的话，一样政府是有补助的行为，并不是没有。也是有了哈。好，我来看一下是讲，目前台湾当年所投资的种树的那种金额，预算是非常非常的多。来看一下我们每年这个加强造林还有这森林永续经营计划给预算台体的结构了哈。从明嘅94年到97年，大家看到的分项计划，来到全部係重用的公务预算了哈。加强林业永续经营哈，两部分还有全民草林运通，还有试验林的生态系示范经营了计划。你看到有3項目共用的计划，頭面4年是開拓了361億哈。3個分項計劃，4個年度就花掉361億哦。其實種樹也係非常貴的哈，造林其實是很貴的哈。那楊先生怎麼看？我們花了這麼貴的這個造林的這個經費，那我們得到的這個報酬大概是怎麼樣？您的了解，您覺得這有成正比嗎？確實，台灣的森林覆蓋率是沒有什麼增加。那這個跟我們造林的方式有很大的關係。那我們花了那麼多錢造林，但是卻造在大部分本來就已經是森林的地方。那就剛才謝媽媽有講到，地主他可能為了要拿到政府的造林獎勵金，目前是20年6萬塊，他就先把地上的樹先砍掉賣掉。但是很諷刺的是，這賣掉只能賣3萬，就等於說他個人為了拿政府的60萬，他把他地上的樹砍掉去賣3萬，然後再來重新種小苗。那我們可以從苗栗縣造林的現場的照片就可以看到中間一塊禿頭的地方，這就是為了造林，他先把樹砍掉。那周圍有樹，就是沒有申請造林的地方。那我們看下一張，這就禁造。它這個大樹都被砍掉，這個樹根看來都蠻粗的。對，你看它的樹幹，就砍掉很新鮮的痕跡。那延伸出來就是它的樹根。對，這就是造林的為什麼我們的覆蓋率不會增加，就是這個現象，就是這個原因。所以你覺得說我們花了大錢去造林，可是看起來這個造林成績不是很好。我問一下這個楊組長好不好？你這種情形都有地嗎？你係講林務局實際上面對，因為情形沒辦法來處理呢？也不會啦哈，因為可能照片應該地裡還有叫山地保留地啦，原住民保留地的一個苗栗地區的。是原住民保留地嗎？不是，私有地是不是？私有地了哈，它是屬於私有土地的哈。我想私有土地還是回歸到你也森林法的管制啦。如果它這個土地裡面對森林法的第10條，如果它不說沒有森林法第10條這個限制規定的話，而且它在一定的相對的規定的面積範圍內來做接伐的話，是法律上是允許的。因為剛才我們的邱老師他也講過，本來林木長大以後，他在它成熟期以後，它就可以伐採來利用。就是說它現在一般來講是在4公頃以下嘛，有一個面積的限制嘛。那你超過4公頃以上的話，可能要做些環境影響評估或說明嘛。環境影響評估通過以後才可以砍伐嘛。它的面積有沒有超過？會不會造成一個現象，說大家都在這個5公頃以下，都不用做環境影響評估，然後就分區一直砍一直砍？沒有，但是它還是有它的限制啊，還是有些，並不是說我一下分區連續砍可以，也沒有這樣子啊。法律上是規定說你不能連續2個相鄰的地方
来这样子来砍伐是不允许的。其实像那样子整地的方式哈，其实我一直跟林务局讲，你就很强制的规定不准这样子整地。如果你这样子整地的话，你根本就不能够拿到钱的部分，因为毕竟你是受理单位的部分，包含县市政府，包含中央的部分，你可以开条件出来嘛，对，你开条件，列举正面表列或负面表列都要列举出来。我们讲的叫做农业的整地方式，不是我们林业的整地方式的部分。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部分哈，我也在这边呼吁了，以后就要强制的把这样子的一个规范定进去。就是说，在他的作业守则里面，或者是什么一个地方，把它强制的规定，你这种整地方式，我绝对不会给你通过，就是让你去做怎样的一个情，这个通过你发奖励金给你的部分，这个真的是对，在我们造林的来讲，以前我们认为造林整地绝对不会想象是这种方式，即便是按比例的去做，也没办法，也不能这样子做。我讲到的其实就是说，现在因为是在私有地上面，大家惯性的想法就是用农业生产的手法去做整地的部分，所以才会造成这样子的情形。其实种树的整件係非常罰錢嘅事情，不過呢個林務局政府法按照醫生嘅種樹嘅，而家效果係咪整件都顯出來嚟講？其實還是要大家多多來注意並關心啦嚇。係咪那到裡面漏孔啊？像個公民協會那樣，來做出來，把這些漏洞補起來啊，也許旱白草林嘅效果會更加好。不過等下你嚟繼續討論是講，真當你草林督導嘅開發嘅時節咧，那兩者之間有冇乜嘅平衡咧？我想先看下廣告以後繼續討論。